市长会提就任以来，甲市府团队努力整合各单位来共同预防暴力。除了政府积极推动之外，同时嘛需要用来社区邻里的共同合作，透过宣导来互市民朋友建立更明确的反暴意识，嘛互社区的大家会当守望相助，杜绝暴力事件的发生。那许多暴力是发生在你我周边，但是往往在现代社会里面，大家人际关系非常冷漠，是很多对于暴力事件视而不见，对于周遭的暴力事件视而不见，但是看到新闻、社会新闻之后，却又义愤填膺。所以呢，我们觉得其实与其事后义愤填膺，不如事前能够及早防治。因此，我们对于一些不管是社区、社团或者是家户之间，我们对于暴力防治，我们一定是要卯足全力加强宣导。另外，针对最近发生的酒驾案件，市长表示，酒驾的处罚应该过来做调整，在咧保持比例原则的状况之下，希望会当打造更强的吓警效力，并提议参考梅根法案，来互全面会当更重视酒驾的问题。我们是有点想要仿照美国的这个梅根法案一样，所谓梅根法案就是说，对于酒驾的。对于这个强暴犯，他如果进入社区社区会的人都会知道我们这个社区进来一个强暴犯。那我们希望说，如果酒驾累犯，包括如果说初犯就发生伤人或杀人、撞死人的，或是累犯屡每次进出监狱好多次的，譬如说2次或3次，这个大家可以讨论。我们考虑要公布他的姓名跟他的住在哪个社区，在不公布详细地址的前提下，让他这个社区的人知道我们这个社区进来了一个酒驾犯。活动的现场，市长颁发感谢状予19个社区的组织，感谢丰埔社区自发性的来贡献心力，甲市府做伙来守护妇女佮囡仔安全。台南新闻和侨邦刘品言采访报道。